大家好，歡迎你哋嚟到火紅年代，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火哥。火紅年代係一個講經濟、民生、時事、娛樂，甚至乎玄學各樣話題嘅 channel。今日為大家帶嚟嘅就係玄學奇幻嘅話題，歡迎嚟到玄之又玄嘅節目系列。所謂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相信好多人都知道係出自《道德經》。好多奧妙嘅事物係人難以理解嘅，就好似風水命理、幽靈鬼怪、巫術魔法、UFO、外星人等等，仲有各類型科學難以解釋嘅現象。我哋只係見其象而不明其理。今日火哥就同大家一齊帶住半信半疑嘅心態，用求真嘅態度去一探究竟。馬上開始進入今日精彩嘅話題之前，希望你幫手點讚、分享、訂閱，記得撳埋個鐘仔，等下次有新片嘅時候可以馬上通知你。唔該晒。今日講關於人狼嘅事，總共有4節，每一節都有唔同嘅重點，請大家慢慢聽落去，記住唔好走雞任何一節啦。人狼宗教嵌合體第2節。好啦，又返嚟啦，又係我火哥啊，繼續講咧關於人狼嘅案例同埋事件先。咁咧喺1989年咧，咁咧就喺咧法國咧波爾多呢個地方啦，呢個係一間現代案例嚟嘅，幾廿年前嘅啫嚇。咁咧當時有一個人咧，有個患者咧，佢就話咧，佢相信咧佢自己咧係狼人嚟嘅。佢有一次咧，佢照鏡嘅時候咧，就覺得自己啲毛髮啊、牙齒啊都係咁變長，全身皮膚嘅感覺咧，好似啲螞蟻喺度爬，話好痛啊咁樣啊。咁呢啲就係人狼可能變身時候嘅情景啦。咁咧佢當時咁樣之後咧，佢就產生咗種嗜血嘅慾望喎。咁佢咧就走去佢自己養馬嘅地方咧，就劏一隻馬飲馬血。但係佢知道咧，佢自己其實係偏好人血嘅，佢都相信自己係隻人狼。咁有一次咧，佢同朋友聚會咧，佢朋友一開香檳嘅時候咧，就唔小心咧就割傷隻手喎，咁啊流血啦。咁同佢割傷隻手流血咧，咁佢朋友咧就同佢朋友個女朋友咧就喺度嘈啦，兩個喺度嘈嘅時候，咁咧跟住啲血又可能又滴出嚟咁樣啦，咁就令到呢個人咧嚇，即係呢個覺得似人狼嘅人咧，就咧嗰個慾望咧就激起咗嗜血嘅慾望，跟住佢夾硬撲埋去咬佢個朋友，將佢朋友咧竟然咧係咬死咗。咁咧就佢朋友即係送咗去當地醫院就證實咗死亡啦。咁佢又俾警方拉咗，最後就判咗佢坐7年嘅。咁但係當然咧就即係政府嘅講法就係呢度有黐咗線啦，即係啲妄想症啦，以為自己係即係人狼啦嚇，就冇證據表明佢係人狼。不過佢又講佢話佢自己嗰種心態同埋體驗啦，呢個咧就似乎比較可以咧現代容易啲解釋啊，即係啲精神病咯，係嘛？佢自己傻起上嚟咧，自己有幻覺咯，覺得自己係人狼，覺得自己係野獸啦，咁啊可以從一個精神病嘅方向去解釋嚇。咁其實歐洲咧點解會有咁多人狼呢個傳說啊？其實最主要咧，其實就係由即係15世紀啊，大規模嗰個獵巫行動開始嘅。因為聽講由15世紀去之後嗰幾百年咧，聽講歐洲咧總共咧即係捉咗嘅所謂人狼啊呢啲咧，總共係有3萬個案例㗎啦。你話幾誇張？3萬隻人狼，有冇咁多啊？咁如果咧你知道咧佢點解由呢個即係應該係由16世紀，唔係由15世紀，咪有16世紀開始去到17世紀咧，就已經話即係捉咗類似人狼啲傳說嗰啲咧，咁就已經有好多嘅。咁咧就應該而家就覺得呢啲係一變狼嘅妄想症啦，即係嗰陣時就話人狼啦。咁其實當時捉咗個女巫嘅案例都好多喎，大家唔好以為喎嚇。咁其實即係點解咧？其實就係呢個一個宗教戰爭嚟嘅。如果大家知道咧，如果大家知道嘅話比較熟悉咧，就知道咧我哋北方咧
嘅遊牧民族咧，即係譬如蒙古咁啦，咁佢哋信仰係咩嘅咧？長生天係嘛？大家知啦。但係另一樣嘢，佢哋都好崇拜狼喎，即係佢覺得狼咧係好兇猛同埋好擅長咧喺呢啲咁嘅荒漠裏邊獵食啊、揾食啊。咁我哋希望咧生出嚟嘅小朋友咧都有狼血咁樣，呢個咧係佢哋嗰個一個願望嚟嘅嚇。咁狼咧其實以前咧喺北方一路去到我哋可以咁講啦，嗰個大草原啦，嗰個歐亞大通道裏邊咧，其實好多民族咧都係好崇拜狼嘅。嗱，比較出名啲嘅就係頭先我講嘅蒙古人啦、突厥人啦，係嘛？東突同埋西突都係好崇拜狼喎。你知唔知道而家土耳其咧都有個灰狼嘅手勢嘅就係咧將就係豎起咗隻食指同埋尾指啊嘛，係嘛？咁咧就將呢個中指啦、無名指咧同埋大拇指咧三個咧就打個圈，跟住豎起咗呢個食指同埋無名指，咁啊做成一個灰狼嘅手勢。咁而家土耳其咧都好興嘅，所以其實佢哋對狼咧係一種崇拜嘅。咁你明白啦，因為以前好多都係有動物圖騰嘅崇拜一啲動物㗎嘛，係嘛？咁所以我哋中國又有蛇嘅圖騰啦，又有雀嘅圖騰啦，咁不過啲人後來咧就話龍嘅圖騰就係好多唔同嘅生物結合埋咁樣。咁呢個其實火哥有個保留，不過有機會先講啦嚇。總之佢哋會拜各式各樣唔同嘅動物，係嘛？譬如皇帝嗰陣時係有熊氏啊嘛，叫自己做係嘛？咁係咪佢崇拜熊人咧？係嘛？咁 anyway， 總之狼就係受崇拜嘅，而且喺北歐咧，即係譬如維京啊，或者古老德國日耳曼民族啊，其實咧有一啲狂戰士嘅傳統喎。咩狂戰士嘅傳統啊？就話佢會將啲狼啊、熊啊、豹啊，甚至乎野豬啊嘅皮毛咧，就會嬲喺身上面，就會覺得自己化身成嗰種動物，就會兇猛好多，力量增加好多啊！咁呢個咧都係一啲狂戰士嘅傳統啦嚇。咁呢啲你睇到咧，全部都係一啲即係生活條件比較艱難嘅地方啊。譬如我講歐亞大草原以前嘅遊牧民族咧，都唔係一個固定做耕作嘅地方，咁都似乎係成日同人作戰啊，成日要去互相去搶掠啊嘅呢啲咁嘅民族。咁呢啲民族佢需要就咩？需要就係勇敢啦，係咪？夠吉士啦，夠 power 啦，好打啦，係咪？咁所以佢呢種兇猛啊、搶掠啊嘅天性咧，似乎好符合狼，所以佢哋咧就崇拜狼啊。咁崇拜狼就呢個毋庸置疑嘅啦。甚至乎你古代羅馬係嘛？羅馬係咩噶嘛？係一對孖生兄弟建成啊嘛，而佢哋咧都係俾狼養大啊。咁所以狼咧，其實古代咧，其實好多宗教咧，本來都係好正面嘅，係嘛？好正面咁，但係後來點解會變到咁咧？其實最主要咪就係因為即係歐洲開始即係基督教化，即係羅馬天主教化嘅原因咯，係咪啊？因為佢要天主教化嘅原因就係因為佢要統治嗰個地方。其實最主要就係咧，所謂羅馬咧，即係喺第3世紀嘅時候應該係第3、第4世紀嘅時候啦。咁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咧，佢將基督教立做國教啊嘛，係咪？咁跟住慢慢開始就教會越嚟越壯大，越嚟越強大啦，教皇都好有勢力啦，係嘛？好多國家咧都係天主教嘅麾下啦。咁佢就用即係佢種政教合一嘅模式咧，就係剷除其他嘅宗教、其他嘅異己啊嘛。特別一啲土著嘅宗教，嗱，你明白？其實歐洲好多嘅 barbarians 我哋所謂嘅即係都係屬於啲野蠻人，好多種族當初佢哋未基督教化之前咧，都係一啲野蠻，即係都叫外來嘅種族啦嚇。咁後來呢班 barbarians 咧就攻入咗羅馬，就俾天主教同化咗啊嘛，可以咁講啦嚇。即係嗰個歷史就係咁啦，大概。咁但係本身咧都信奉一啲原始嘅信仰啊。頭先我講啊，係咪？喺歐亞大草原嗰個一大片嘅通道，嗰班人其實都係一啲遊牧民族，佢哋過啲生活咧，主要就唔係靠耕種啊，主要就係靠逐水草而居啦。有機會就搶掠其他弱小嘅民族啦，係咪？或者就算佢唔搶掠都好，佢保護佢自己啲牛羊啊、牲畜啊，咪會同其他嘅民族成日發生衝突啊嚇。所以佢哋呢人都係信仰狼群嘅。譬如我講維京人啦，講日耳曼民族啦，佢哋以前都係呢一類要四圍搶掠、四圍去逐水草而居嘅一啲民族，入邊有資源就去邊度，成日都會搶掠，成日都會鬥爭，所以佢哋就會崇拜呢啲動物，係嘛？
熊啊、狼啊、黑豹啊、野豬啊，各方面都會有啊。咁所以咧，呢個其實係一個好正常嘅崇拜嚟嘅。咁但係因為去到你即係中世紀所謂嘅黑暗時代啊，所謂基督教咧醖釀咧勢力好龐大啊，好龐大，席捲成個歐洲嘅時候，咁佢要做一樣嘢就係咩咧？就係要排除異己，係嘛？排除異己佢會點做咧？就會將你其他嘅宗教嘅人一係就收納做自己嘅，咁睇下你好唔好傾啦，容唔容易去叛變啊嘛？如果你要保留你宗教信仰嘅，佢就唯一一個方法就係將你妖魔化。所以當時用好多草藥嘅女性，即係呢啲可能都係當時歐洲好多傳統啦。而家我諗係剩翻好少地方有啦，大部分都俾基督教嘅，即係所謂呢個羅馬天主教、基督教嘅洗禮咧，其實係即係殺戮啦，即係殲滅啦嚇，就令到佢哋咧就冇晒，係嘛？嗰啲草藥，嗰啲婦女嗰時信奉好多草藥，呢度係可能古代留落嚟嘅某啲配方，或者係某啲宗教信仰嘅嘢啊。其實好多所謂嘅巫女其實都係講呢樣，係啲草藥嘅一啲秘方啊，一啲另類嘅自然嘅治療方法啊，同我哋一般嘅理解好唔同啊。咁男嘅就係一啲即係女嘅就係負責草藥、負責醫療、負責照顧屋企。咁男嘅咪就係出去揾食啊、出去戰爭啊、出去打獵啊呢啲啦。咁所以佢哋嘅信仰咪就好似頭先我講啲動物啦，狼啊、熊啊、野豬啊、黑豹啊，呢啲就係啲維京人啊、日耳曼民族啊，甚至乎我哋突厥人啊、蒙古啊、西北部我哋中國北方民族一路去到由西特去到由東特去到西特，即係唔係係由東特去到西特，即係由我哋呢邊啲維吾爾啊去到去嗰邊土耳其，好多人所信奉嘅，即係呢啲嘅咁嘅狼文化咯，係咪啊？咁所以佢咪就要排除，咪要清洗啦，咪要話就要將你妖魔化、鬼怪化，然之後去消滅你啦。嗱，呢個就係我覺得點解當時咁盛行狼人嘅原因。狼人點解會被即係推上大家目光，覺得呢樣嘢係一種怪物咧？以前咧其實就唔係，因為嬲住狼毛嘅狼戰士咧就係代表有狼附身啦，有狼嘅即係敏捷啦、兇猛啦同埋強勁嘅力量係咁樣嘅。以前係咁樣理解，但係而家就理解為嗜血啊、食人啊、襲擊無辜人嘅怪物啊。呢個咧我覺得係一個其中一個宗教嘅原因、宗教嘅因素，可以我哋解釋到，即係點解會有狼人，或者狼人係一樣咩嚟嘅？但係當然咧，我哋呢個係言之有源嘅節目啊嘛，係咪啊？火哥就梗係唔會就咁停喺度做解釋狼人啦，火哥梗係會繼續解釋落去啦。嗱，大家繼續聽落去啦。多謝大家聽到嚟呢度。臨走前，希望你已經訂閱咗、分享咗俾朋友，同埋點讚咗。呢一個簡單嘅舉動就能夠令本台茁壯成長，為你提供更多更好嘅節目。我哋下次見啦！